位于台南东区这间韩式泡菜锅，每天开门营业第一件事就是动手制作泡菜。先将大白菜底部切掉后，接下来就要用手将菜叶撕成一片片，因为如此泡菜口感才会更加爽脆。泡菜就是我来一叶一叶念，往那敲，唔是念规个，再用迄个水落去，再敲安尼，这烂袂焦着，袂软。啊，哪椒混？较袂脆。撕完的菜叶用盐水清洗。浸泡2小时后，再沥水风干8小时，才能进入最后的腌制阶段。而且，苏妈妈的泡菜坚持使用韩国辣椒粉，并加入健康天然的私家秘方，因此也让他们家的泡菜锅1年4季，不管天气冷热，每天都吸引许多饕客上门。酸的，然后也不会过甜，因为有的会过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泡菜这种豆腐锅，可是觉得其他间玄玉山还差了一点点，对，然后还肉片什么的料都蛮丰富。他们应该是自己腌的，对，自己腌，因为之前有买过那种整罐的，也是他们自己做的，所以味道特别细咸，不会死咸。因为酸是天然的东西发酵的，不是用醋，我们没有醋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特色。所以用没有防腐剂。阮这袂当放足久。量无讲介济啦吼，因为爱需要2天时间制作嘛。除了韩国泡菜锅受消费者喜爱，店里的咖喱锅也是一绝。苏妈妈不用现成的咖喱块，而是采用咖喱粉以及香料炒制而成，让咖喱的香气更上一层。成败出于细节，也难怪开业22年，始终屹立不摇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